星期日保健日，新城資訊台。休息翻嚟，繼續我哋第二部分嘅伴你出發。大家你哋好，我係鄭啟泰。咁啊，今日同我分享緊佢頭髮故事呢，就係 Kitty 啦。咁啊，如果大家 miss 咗第一 part 唔緊要啊，我哋第二部分呢更加深入講下 Kitty 呢，頭髮又有問題，到而家呢頭髮好黑啦，好濃密嘅心路歷程係點？不過請大家繼續打呢個電話號碼。抄低佢啦噃，31889089，31889089啦，打你嘅朋友呢，恭喜你哋！除咗呢，你哋可以為自己頭髮行出第一步之外呢，就係呢，我哋節目嘅尾段呢，我哋會抽10位嘅朋友，咁啊，你哋將會得到呢，就由發財生送出嚟嘅免費詳盡頭皮檢測，同埋一次免費嘅健康頭髮療程呢，送俾大家試做一下嘅。咁啊，我過往呢，就見證過好多80幾位唔同頭髮嘅問題，亦都解決到，揾到方法令個頭髮生得好健康、好創住到烏黑嘅朋友喺我面前呢，見證佢哋故事。今日呢一位呢，叫做 Kitty，Kitty 你好。你好。咁啊，好簡單濃縮下啦。咁啊，大概幾個月前呢，突然間發覺自己呢嗰條界啊，哇好疏。咁後邊呢，發現呢，上嚟揾阿 Lily 做呢個頭皮檢測呢，哎呀有個斑禿，哇黑到就心臟病咁滯啊！咪對女士嚟講，咁嗱我先歪翻少少，但係前翻少少。當發現頭髮有問題嗰陣，對生活啊、情緒啊、工作啊、對老公啊、試下餓佢啊，即係個心理狀況同埋你點樣去面對嗰個咁急劇而嚟嘅訊息咧？好低落咯，個人即係好似覺得，咦？點解突然間個人攝咗頭髮好似都老咗咁樣咧？之前仲成日笑人哋，哇！你地中海啊咁樣，你哇好似阿伯，點解老咗咁多？笑啲舊同學，哇！你同以前爭好遠啊咁樣，咁啊，跟住咦？突然間發覺原來輪到自己啦。係咯，咁咪好真係好擔心，好驚。嗰段時間未揾到黃生佢哋之前咧，未聽呢個節目之前，未揾到呢個方法之前。出街啊，撥頭髮啊，洗頭啊，或者游水啊，即係你生活上面有冇嘢係好特登為咗頭髮嘅問題而改變？有啊，突然間會唔好咁大力洗頭啊，要數下咦個呢有幾多頭髮咁樣咯，咁啊成日咦喺件衫度執到條頭髮，或者望下個枕頭有冇多咗頭髮咁樣咯，即係成日都好緊張啊，個人會覺得有時見到入啲望到塊鏡又望下自己咁樣咯，即係好在意嘅問題啦。咁頭先你講到啦，第一件事就係嗰晚同老公講，老公頭髮少啦咁。其實老公有冇咩表示啊？除咗佢幫你揾到呢個節目去聽之外，佢有冇其他關心你嘅嘢？即係作為身邊人係咪 Happy Wife， 佢就有 Happy Life 啦嘛。咁佢梗係有安慰下嘅，咁但係咁佢安慰下我，咁但係我又覺得好似唔夠咁樣，咁我就不停咁樣餓佢咯，咁即係間唔中就得閒咁就話俾佢聽點啊，即係心情唔好咁就會餓下咁樣咯。喂嗱，你講緊即係3-4個月前嘅事啫，咁到而家即係做咗幾個月嘅療程啦。咁我再一次恭喜你，即係頭髮你係生得幾靚嘅頭髮，即係將個問題其實你而家都改善咗好多啦已經。但係個療程嘅過程啦。咁你之前你發現問題到做療程，你係冇揾過其他嘅類似嘅機構幫手噶嘛？個療程嘅感覺係點咧？同埋我想問一個 point， 佢哋影相，其實咧我可能你唔知啊，冇乜應該就冇啊。相同咁樣提供服務嘅朋友咧，會幫客人影相，呢個我都幾 surprise 幾 impress。你點睇咧？我覺得好好，因為我日日我自己都會望住我自己個頭咁。其實我真係唔係好覺咯，咁但係即係佢一開始嘅時候同我影咗相，咁到我做咗一段時間，佢同我俾翻，跟住即係2張相拍埋俾翻我睇，直情即係擺喺我面前咁樣俾我睇嘅時候，咦原來好大分別咯，即係我自己我好 surprise，哇原來咁樣咯，係啊，爭好大分別。你影相我真係想問下黃生，以我所知真係都好少有幫人影，即係所謂叫做個療程嘅過程嘅相片啦。呢一樣嘢其實對於你嚟講係一種使命啊，反而係一種挑戰啊，定係一種動力，令到你哋本身更加努力，同埋客人都更加對，即係譬如你哋嘅方法有信心。通常你照鏡咧，梗係照前邊嘅，係嘛？照唔到頭殼頂。
除非係三角眼嘅啫，係咪？咁咧照前邊咧就永遠都係即係因為有其他個位置咧俾你注意力分散咗，有眼啊、鼻啊或者條眉好唔好啊，諸如此類，就好少咧就咁長時間睇個頭。咁啊頭咧只係睇到前邊嗰部分咧有一部分。咁我哋嚟講咧就其實你講我剛才上一部分嗰個講咧就即係一個堅持。咁你用咗個產品或者做一個即係療程之後咧，其實嚟講咧一定有進展，即係進展快與慢嘅啫。即係如果我哋有進展嘅話咧，我哋夠膽影落去嘅話咧，就你可以一段時間之後咧就睇到佢個即係嗰個成功。咁影相個目的咧，其實嚟講咧，你淨係問咧就係個目的就係佢可以睇到佢進展之後咧有個信心好緊要。呢個信心咧，即係佢點樣去信佢自己有冇一個選擇錯誤咧？當你睇咗相之後咧，佢自然咧好多時我哋會對比俾啲客睇翻轉頭，譬如我哋一兩個月之後影咗俾佢睇，我哋好留意佢嘅表情啊，佢咧就會好不其然咁咧係咪咪嘴笑嘅，係嘛？呢個笑咧就表示咧係我哋嘅一種嘅鼓勵，一種嘅獎勵嚟講。點解咧？因為我哋已經做咗成績出嚟俾你睇。而個客嚟講咧，佢最大嘅會心微笑咧，佢付出咧係有收穫。一個人咧，即係佢覺得咧係冇選擇錯係最緊要。即係你有證據話俾佢聽個成果。咁但係問題，如果你唔影，你翻屋企譬如叫太太啊，或者叫身邊嘅人啊、女朋友啊、男朋友啊去影，佢會唔會咁專業影得出嚟？或者會唔會同角度？因為我哋挑選影個角度咧係好特別嘅，係你可以直情一兩張都拍埋咧睇到嘅差別。我哋好 concern 燈光啊、距離啊，同埋嗰個位置啊各方面咧，即係夢中咧佢可以好清晰，完全唔會有錯誤嘅咧，係比較到嗰個進展點樣樣。我哋喺唔同嘅角度裏邊，呢個係講咧係 build up 咗。係個客係好大嘅成就咧，就係佢自己覺得冇選擇錯誤。呢個係好緊要，所以影相呢樣嘢咧，我哋好堅持，一定要做到出嚟，俾佢睇到咧。佢因為生頭髮咧，唔可能係幾個月或者好短時間搞，點解咧？頭髮都甩咗好多時。我問啲客咧甩幾耐啦，咁佢初就話幾個月啦，咁再問啦，都唔係幾年啦，講下原來咧都10幾年。開始有問題，但係問題咧，好多客咧就冇正視呢個問題。點解佢有問題咧？佢唔知揾邊個好，可能上網啊，或者周圍去撞下，佢摸唔到究竟邊度好，但係佢又驚俾人呃啊，咁變咗咧，佢就停頓咗喺度。咁其實嚟講咧，佢可以好簡單，自己 check 清楚有咩問題之後咧，即係處唔處理咧，係自己嘅覺得應該點樣去處理。你可以求其即係揾啲產品去用啊，或者真係好徹底啲，即係清楚啲同埋快脆啲嘅，咁啊可以做一個完美嘅療程。咁變咗咧就有一個解決方法，唔好話你又都係拖嘅話咧。其實10幾年你生嚟講咧，1-2年時間咧呢個好正常，就唔好1-2年之後咧都生唔到，即係相反嚟講，仲比1-2年之後最差嘅話咧就好大件事。咁啊，相信阿黃生所講咧，好多朋友咧而家係咪開始應該要面對自己頭髮嘅問題，同埋就算冇問題都咧，我覺得做一次詳盡嘅頭皮檢測，同埋如果你打一啲嘅電話咧，係有機會係免費嘅。咁點解唔嘗試一次呢？31889089打你嘅朋友咧，我哋節目完結啦，我哋會抽10位嘅朋友，你哋恭喜晒，都會得到一次免費嘅詳盡頭皮檢測，另外再送多一次咧免費嘅健康頭髮療程送俾你試做，等你感受一下啦。做咗一次之後，我試過就啲頭髮係覺得好有生命力，我只可以咁形容。咁啊，你想知點樣呢？請你打你嘅電話號碼啦，或者上以下呢個網站咧，重溫翻過往80幾位喺我面前同我分享佢哋真實頭髮嘅故事嘅朋友嘅聲帶啊 www.hairagain.com.hk。 好啦，咁啊，另外禮拜一到禮拜日咧都可以打呢個電話號碼，因為我節目完啊嘛，抄低佢咯噃，27872998，27872998，好嘛？咁啊，我哋到下星期同一時間咧，再響呢個節目靜一睇下咧，會揾其他朋友同我哋分享佢哋快樂開心頭髮嘅故事噶。咁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伴你出發，由化再生帶俾關注健康嘅你。